唔越界、唔八卦、唔打聽，亦都係唔擅自討論別人嘅私事。呢啲係尊重對方嘅獨立性，亦都會明白到每一個人都會有唔想公開嘅部分，所以要保持適當嘅距離。咁得真係特別 best friend 嗰啲傾偈就唔計啦。但係有啲人又未熟到嗰種關係，我最驚就係嗰啲第一句就話我聽講你咩咩咩喎，我聽講佢咩咩咩喎。咁通常呢啲人咧都好鉗㗎。作為一個年輕人嘅修養，唔單止係唔打聽人哋嘅私隱，亦都係唔揭露人哋嘅傷疤，更加係唔會主動做散播謠言嗰個。因為私底下討論人哋嘅言行，你聽到嘅未必係真相，未經證實嘅嘢，你再轉達就已經係一種誤導啦。人哋嘅故事同你無關，討論人哋嘅私生活，佢嘅對與錯同埋選擇，其實只係滿足你哋一時嘅口癮之外，係零作用㗎。一般如果對話邊經常係傾是非嘅話，呢啲人做嘢都冇乜建設性㗎，少啲研究別人，多啲塑造自己啦。